食月饼来食这间老店的好滋味。这间老店已经开超过1甲子，伫咧新北市主办的2年所节，为2021年到2018年，小连续8档拢摕到好成绩，即卖已经传承到第3代，继续传承老店的精神，搁再一直创新，研发油仔造型的2年所，用油仔皮来做鸭，参牛奶也搁有咸鸭卵，食起来香，也搁食袂腻。嘛，恁要食一下这个迄新的口味，这个油仔蛋红酥无？大方咧招呼人客试食，泸州在地经营超过1甲子的这个老饼店，有真侪市中的顾客咧相挺。因为这间老店，不管是2人酥、旺来酥，甚至这个传统的糕仔饼，货色招，逐项拢有。若这个老滋味，更加互袂少的人客拢真笑脸。这口感很酥，很好吃，真的，我常常买，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来。制造这个柚子哈，就是形状又跟柚子一样，比较跟外面一般不同的产品，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买。分3到4次下。为什么要分？因为如果你水一次下的话，它会就是变成软糊的。外皮制作真讲究，甲中手用济油啊，加掺入去2人酥内底。这个创意是对老店第3代杨姓年来的。面团放好了后，搁甲掺茶粉来上色，外皮来斗打油酥，甲做一个粘醋出来，甲搁甲这个油仔皮掺牛奶含这个咸2人的内鸭，这时阵大出头来咯。很困难啊，就是一直想啊，一直去看柚子的形状到底是怎么样。用手工来捏出这个油仔形，完全爱靠经验甲手感，才搁豆豆来刻这个油仔的纹路。上尾来放这个饼做地头，这个细粒青筋搁古水的油仔2人酥，就会当准备甲摕入去烘咯。170度的高温烘18分钟就会当出炉。油仔2人酥爱开2个外话时间才会当完成。老店伫1957年创立，伫新北市泸州地区，伊已经经营超过1甲子的时间，回想当时含翁白手起家的过程。第1代头家娘李丹东主讲，当开业的时无啥物资金，煞去拄着风台甲大水，安尼甲面粉甲其他原料拢冲走去，损失真正惨重。足辛苦的哦，水面规面两骹摸，啊，你无。然后困也袂困的啊，我拢我6点外起来，暗时拢咧，到12点外才人困，2点才人要困。阮人拢做到2点，4月拢收较好，工人若等去，若拢一收来收去，收的才会使倒去困的。为着要饲规家伙啊，伊才含因安2个人，每日咧拍拼，安尼才互生意有小可较好。老店的好滋味，毋但互顾客会看上目，搁传到第2代和第3代咯。这捌搁伫咧新北市举办的这个2人酥节，来摕到8连霸的好成绩。那种感觉，那个向心力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更改过。那是在外界认为这是好像是一个神话。可是我们想把这个神话一直在传承下去，这是我们以后的目标，就努力的坚持下去，手做阿公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。就算讲世代一直咧交替，不过这个老味同款无变，用心来守护阿公留落来好滋味，搁有少年辈来落这个新的心血甲动力，安尼就会当互老饼店会当继续来传承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